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。和合本圣经753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，应庇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时，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改运换命第4讲，收经解厄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。本来预计有强烈的台风来，主你保守，让我们全台湾都得到平安，献上满心的感恩。也为了主日，我们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，求主你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敬拜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平安。我们在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。那我们今年的福音主日呢，我们有讲到有关命运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华人都非常的关心有关我们的命运到底要如何，特别是在现在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，是不是又是我们的命运造成的等等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从2月5号我们就开始讲到说，命运是不是天注定的？那最后的答案是说是天注定，但是这个天是哪一个天？你是依靠哪一个天呢？你依靠的天呢是上帝的话呢，当然你就带来了好运啊，好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是要依靠神，那神就会带给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美善的神。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在6月的时候，6月3号的时候，我们又讲到第2讲，那是讲到说算命的问题。有没有还提到说在我们华人很喜欢去算命，还有80%的人都相信是命运，但是75%的人呢都去算过命。而这算过命里面呢，其实算命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用算出来的，例如说他是算八字啊、批流年啊，还有紫微斗数啊等等的。第二人是用这个看你的面相来算命的，有看手相、面相啦、摸骨啦等等这些，甚至有看风水，就是看表面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知道你的命到底是如何。第三个呢是用灵的方式，也就是他用找灵媒，有米卦、有易卦、有雀卦，有很多种抽签等等这些啊，甚至还有碟仙等等这些都出来了，这是有关灵的部分。那第4种呢是用骗的方式。他是以他一般人心里面所想的啊，大概是摸着你的期望是什么，就讲你喜欢听的等等这些。那整个算命呢，到最后其实他最后原来都是4柱8字的方式，也就是看你的出生年月日时，然后再加上用天干地支的算法。那我们上次已经有用这样子来算给大家听，就是用这样几个算起来的话呢，总共只有518400个模式而已。当然我们人有60几亿，不可能只有50几万的这种模式在，所以再加上又在什么地点啊，在台湾的跟在美国的就是不一样等等这些。那不管是怎样呢，就是这个命真的是用算出来的吗？是已经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应该你的命是怎样吗？假定是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去改变呢？我相信命生下来的时候，都因为你的环境，因为你的出生的年时，例如说你是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出生的呢，或是在一个
欧洲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地点的出生话，当然你的命会觉得是不一样。但不管它是如何，圣经里面告诉有一个方法，你可以不去管这个方法，你只要重生之后，你的命就完全是改变不一样的。这就是尼哥底母去问耶稣里面所讲到的。当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就不再是旧的我，乃是新的我了。这是我们第2讲里面所提到的。第3讲里面呢，在8月5号的时候，我们讲了一个风水大解密，也就是很多人都会相信风水之说啊，这个风水不好啦，然后又会讲这个风水轮流转啦，所以也是告诉我们风水并不可靠的。现在看起来是很好，但是以后有可能会改变。那风水到底有怎样的算法呢？他们也有是形式派的跟理气派的。所谓形式派呢，就是根据你的自然的地形的形式里面去判断。所以我们当时看到有某一个这个收贿的人，他产生被抓之后呢，人家就开始到他家里面去看啊，原来你后面的后院里面有挖了一个水池，这水池的这个形状不好啊，等等，就开始用这种地形自然地理的形式里面来判断说，原来你的风水不好。但另外一个呢是叫理气派，他是看你这八卦的方位等等这样去算出来的。也就是风水呢，它就是以时间、以方位、以山脉跟水流这4个因素呢，去判断一个人他的命运是不是受到的影响。那最后我们当然也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答案是这样：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才是给我们时间、给我们这个方位、给我们这个山水等等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他给的当然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就将创造人之后，就放在我们的这个伊甸园里面，是要人去享受他所创造的。这是有关讲到风水。今天我们讲到第4讲，对不起，第4讲里面我们要讲到这个收金解厄这件事情，其实在华人里面呢，也常常去碰到。我们看华人呢，不论是平民、知识分子，当我们碰到孩子有惊吓，或是有半夜哭啼不停，然后或是大人遭到一些灾难的时候，心神不宁的时候，常常就会去找道士，会找这个台湾话叫塞公然后法师去做一些这个解经、收经解煞的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呢，在921的时候呢，是最明显的。当我们921发生的时候，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教会也有很多人就到当地里面去，想要去安慰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是应该是要有去找修经才有办法。所以我们所听到到后来教会去不得已，到最后也是摆一个牌子要修经，但是是用福音来修经，但是因为百姓能够明白的是这个话语。其实我现在突然怎么会遭遇到这样子的噩梦呢？在睡觉本来是安稳的事情，为什么突然一个大地震，最亲的人就已经走掉了？整个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开始就非常的害怕起来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害怕呢，能够让他能够得到平安。所以所用的方法呢，就是用收经的方式，然后收经之后呢，就可以解掉你的恶这个的方式。那这几个呢，不管是道士、法师呢，这个塞公呢，他们做的方法呢，有时候是会到这个庄头庙，也就是他们这个每一个庄里面有一个庙里面去做，但大多呢也是在自己的私坛或是在家里面去做这有关的部分。其实收经它也是一个学问，也有人在发执照，有执照的人才可以收经。而收经呢，它有4个程序。当然，牧师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去学这个东西啊，是因为让你们明白一下，在明白民间信仰上面是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它的道理，还是我们所信的呢，有没有在这方面呢，有给他们很大有这个解答在。它里面有4个程序。第一个程序呢，你要报你的户头。你要讲说，现在这个人呢，出生他的名字是叫什么，他地址在什么地方，他年纪是多大，他的生辰是哪时候生的，还有他所遭遇到惊吓的事情是什么，免得去找错人了。这个同样名字也很多，然后要有年纪
年龄跟这个生辰呢都讲出来。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要讲到他所遭遇的事情，让以后让神明能够去帮助他。这是第一个，你先要报户头。第二个呢，你要怎样？要呼请神明。呼请神明呢，就是请这些神来帮助他。一般他们会请他们自己在侍奉的神，但是更多的话呢，是请众神明来帮助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神明呢没有办法能够涵盖所有的，他大概只能部分而已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，在民间里面常常要考试应该找什么啦，然后要有房屋应该风水应该找谁啊？怎样？就是他们的神明都是有限的神明。能力都有限，所以在这时候呢，他们要呼请神明呢，通常都会呼请众神明能够来帮助。到第三步骤的时候呢，他必须要安置他的魂魄，因为民间的信仰呢，认为人有三魂七魄，还有12个元神呢，任何一个魂魄元神呢，他要是惊吓失落的话呢，没有魂，已经离开了你了。你没有回到你的本体里面，你当然会失神不灵啊！所以要请众神明怎样把它收回来。三魂七魄呢，我相信我们常常也在讲到说，这是一个道教他的思想，他认为说人的灵魂里面呢是用3样的魂把它合并在一起。第一个是他原来就有了，叫做元魂，就是1元2元的元，元旦的元。第二个魂呢是叫做世魂，知识的识，世魂。世魂就是说，你每个人的灵魂里面，它都有一个记忆在，这记忆是从以前就一直记忆，甚至可以存到100万年以上。但是你比较记得大概是前面3世的这个记忆，所以有时候人家觉得，我好像似曾相识的样子，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在作怪的样子。他们认为呢，就应该有这个东西。三魂七魄里面的魂里面有一个，第二个是世魂。认识的或是知识的意思，第三个才是觉魂，就是你现今在这个世上，你能够感受到的，你能够学习到的这3个凑起来，就成为你现在的你的灵魂。这是有关三魂的部分。七魄的部分呢，就包括是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感官的功能。包括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，还有你的意念，还有你的欲望，这7样东西合并起来呢，这是一个我们动物本身的一个本能的东西，七魄，这叫他们三魂七魄。而12个元神呢，难道原来是跟中医里面很像，有12个经络？我们整个身体里面有12个经络，有肺经、心包经、心经等等，这样胃经、胆经、肾经、肝经，这些都是有。它结合这几个经络呢，要是在这个七魄里面呢，能够督促让我们12个经络呢非常的良好，他们就叫12元神自在。这样的话，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。所以他讲的也是这样，跟我们灵魂体所讲的是一样。灵里面你有一个灵魂，你有一个灵，然后你有一个魂是在管你的意识，管你的一些情绪等等部分，然后你的体的部分呢是管你的身体，就是讲12元神的意思。他说人是用这样子来合起来的，所以这中间万一你有任何一个失落掉的话呢，你就开始会心神不宁，因为你已经不是成为全人了，所以必须要将这个收回来才有办法让你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所以这是第3个步骤。他们要安置他们的魂魄，把它收回来。第4个步骤呢，你原来惊吓的东西要怎样？要把它转移掉，所以叫做转化过程。他们道士跟筛工跟这个法师呢，他们常用特别的方法，不管是写这个画一个符咒也好，或是用咒语也好，或是给你喝这个湖水等等，这样呢，来象征的对这个惊吓不顺遂的这个过渡跟转换。表达说你的这个驱邪治煞的东西呢的果效，而且已经转移到其他的生肖里面去了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收经解厄里面它的4个步骤。这种活动呢，收经解厄的，其实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最普通的一个宗教的民俗活动。但是你可以用3个方向来看。在医学上来看呢，它是一种心理的治疗，好像就是跟你这样做过这些仪式之后，说啊，你这些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已经除掉，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从心理上去安慰着他。但是从社会学里面来看呢，它是一个宗教的抚慰的仪式，
不是只有靠你自己，或是医生跟你讲一讲，而是靠某一个神来帮助你。那但是我们要是从灵界里面来看，其实它是一种征战，而这征战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告诉我们的邪灵，它的势力已经对人间有强烈的介入了，它影响到了我们，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灵的部分，让我们开始产生的一些害怕。这是从宗教、从灵界里面来看，但是我们要回想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惊怕呢？源头是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有惊怕呢？但是我们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吗？那这些能够赏赐好的这一部分，赏赐福气，赏赐能够眷顾我们的，到底这个真神是谁呢？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一个神能够照顾我们的幸福吗？或是你曾经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？那你如何去面对呢？你如何去度过呢？你的依靠，你的靠山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这个问题。我们要问说，人为何会惧怕？人为什么会惧怕呢？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，又创造了人，是要跟人一起分享他的创造。他绝对不是要我们人来过着很害怕的日子，而是应该非常喜乐、平安、喜乐，可以享受在神的创造里面才对。但是为什么不行呢？神原来创造我们，就是应该过着一个平安喜乐的日子。我们也知道，从创世纪看到了，原来是我们人受到撒旦的诱惑之后，我们背逆了神，我们吃了神规定不应该吃的东西的这分别善恶的果子，人就开始受到罪恶的这种罪恶感就开始产生了，它一种内疚，一种羞愧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祖宗亚当，当他吃了善恶果之后，他听到有神到园子里面来的声音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是怎样？躲起来，他不敢去见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一样，人因为开始害怕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不要讲我们讲别人啊，别人要是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然后你看他一眼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是你的眼神是在责怪着他，或是你一定要跟他讲什么话，或是你在怎样。其实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他自己做错事情，他就开始觉得很心虚了。他觉得这样不是那样不是，别人在看我都好像在用异样的眼光在看我一样。这是人因为犯了罪之后，做错事情之后，你开始会有一种害怕，会产生，就像亚当他们做错事情一样。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呢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神的处罚就出来了。在创世纪第3章第16节到第19节这样说。神对那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”我们所看到是怎样受到的处罚是生产有生产的痛苦了，地也受到了诅咒了，它长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东西，有荆棘，有这个棘藜在，而且人要终身的劳苦，汗流满面，你才有饭吃。所以我们看到原来都是因为犯罪以后才开始产生的，才开始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在产生的。因为犯罪代表你已经屈服在一个邪灵的身上，所以邪灵他就有权利来掌管这个地方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惧怕、灾殃、痛苦，其实都是用邪灵撒旦而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碰到这种惧怕开始，我们去找收经的时候，其实是怎样呢？其实你是怎样？你是找一个大鬼来赶小鬼而已。你将这个大鬼赶走，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是平安的，但其实另外一个大鬼已经进到你，在掌管你的。我们并不知道后来的情形是怎样，应该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。这样讲的话，好像非常的恐怖。我们怎么办呢？
谁能够眷顾我们？我们人难道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？神创造我们是要过一个痛苦的日子吗？不，并不是的。谁能够帮助我们？今天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诗篇121篇第1节跟第2节说：“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。”有人以为这个帮助是从哪边来？从我们看得到非常坚固的地方，不会动的地方。高山就是不动，磐石也不动，巨石不动。有人看到巨石有大树，他就把它立一个牌子说这是我们的依靠，因为他觉得他是不会动的。所以有什么山王啊、大树公啊、石头公啊，这些通通出来了，也有很多人在拜他们，要祈求能够得到的保护。甚至有人还为了用这个圣贤伟人还做神明来敬拜他。我们看到有妈祖，有这些关公，这是还是属于我们比较远一点的。所以从故事中间我们知道，现在有没有？现在也有啊。几十年前的那个抢银行的李斯科，都有一个李斯科庙我们的前总统蒋中正他去世之后，有一个蒋中正的庙就将这些伟人，号称是伟人，号称他所敬仰的人，来当作神来拜，为了怎样？为了他可以依靠。他真的是可以依靠吗？我们知道，从今天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帮助绝对不是从山而来，也不是从大树、这个巨石啊、圣贤，这些都不是，因为这些都是怎样？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啊。所以你没有去找这个源头，而是找到中间一个，当然是没有帮助啊。今天来告诉我们。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为何耶和华能够成为帮助？因为他创造了天地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呢，都是他创造，所以唯有独一的真神呢，才能够眷顾来保护我。但是你就说，我怎么没有感受到？或我如果能够去感受到这个神怎样子的帮助，怎样的眷顾我呢？今天的圣经节已经告诉我们，神独一的真神，他如何来眷顾跟保护我们。我们从好几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方面，方法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是用毫不松懈的方法，在第3节到第4节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臂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他用毫不松懈的方法，都不打盹，也就是非常的警醒。我们相信卫兵在保护我们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能睡觉，一睡觉还被枪毙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我们。所以你要能够保护人，就是你不松懈，你非常警醒才有办法。神告诉我们，他必不打盹，这是我们看到的方法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它的范围在怎样，它是面面俱到。第5节里面这样讲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然后一直到第8节时就说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你的出路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。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范围包括到怎样，在你的右边。所谓右边是怎样？我们说耶稣回到天上时坐在神的右边，或是我们在座位上的安排，我们觉得右边当一个主人在他的右边，那个就是最尊崇的位置，是一种珍贵的位置。所以你最宝贵的地方，神就保护了你。所以代表了神是讲是全方位、全面的来保护你，是面面都记到的。你出你入，你坐着也好，你在家里也好，你出去也好，就是只有这2种状况，他通通要得到人，得到神都要保护你，要让你得到平安。神是毫不松懈的来看顾你，然后又面面俱到。第3个，在时间上，他是随时随刻。随时随刻都在保护你，因为在第6节跟第8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。第6节说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然后刚才第8节又讲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人告诉我们是白天、晚上，还有现在直到永远，是包括所有的随时随刻都在保护着我们，他并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也不是像一般的民间信仰，是初一、15、7要拜他，然后很多日子还不一定能够讲是这个是凶恶，这个日子不能，因为那一天大概神没有办法保护你。或是我们刚刚还经过农历的7月，这是鬼月，这时候呢你要去拜好兄弟，不能
原来的神已经放假去了，不能保护你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这样，是随时随刻在保护你，白天晚上，现在直到永远都在保护着我们。神如何这样子保护我们？他是毫不松懈，面面俱到，随时随刻。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是怎样，乃是非常的周周全全的。因为在第3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样，你的脚必不摇动。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样，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结果是你的脚不摇动，你就是非常坚定，你不会受到伤害的。同时呢，你一切的灾害呢都受到了保护。我们看到你要是依靠真正唯一的真神的时候，你的结果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他是毫无松懈的来保护着你，而且他是面面俱到的，随时随刻，他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。他的结果就是让你免一切的灾害，而且你的脚不致摇动。你会找到这样子的保险吗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保险。我想很多人有参加这个保险，我们也有人做过保险业的人。它里面还分了非常多的险，意外险、寿险、医疗险，还有什么汽车险、火险。最近这个大水很多，大概有水险也出来了。现在有台风险也出来了。什么险就开始一直出来了？战争险，那时候有开始中东开始危险的时候，又有战争险又出来了。但是这些险呢，没有一个险是能够说我不管你什么险，我就要保一个全险好了。发生什么任何事情，我通通要涵盖在内。你找得到吗？你找不到的，因为没有人敢给你这样子的保险。它包括时间，包括任何一个范围，通通要算在内，什么项目都要算在内。你找不到了，只有怎样？只有我们唯一的真神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全神、全险。我们看到民间信仰里面呢，他们要拜不同的神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要去拜保生大帝；当你考试的时候，你要去找文昌帝君；当你做生意的时候，你要找五路财神；你要修房子的时候，你要拜土地公；你要求平安的话，你要去拜观音；你要解煞难的妻子啊，要去拜王爷；特殊行业要去拜18王公。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业，或者像雅典一样，保罗到雅典去看到，哇，到处都是庙，都是神，都是不一样的，还怕拜不到，还弄一个说怎样不认识不识之神，我怕我拜不完全，那就拜一个，全部其他都在这边的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，但是也让我们知道说，原来他们找到的都不是唯一的真神，不是那个最伟大的神。当你是最伟大的神，应该是这样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他是毫不松懈的，他是面面俱到的，他是随时随刻，而且是周周全全的。假定有这样一个神来照顾你的时候，而且他还要施恩赏赐给你，赐福给你，你就不会受到惊吓啊，你当然就没有这些灾厄在，你就不必要去收惊解厄。但是我们人还是会有很多奇怪，是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伤心的事情。伤心跟惧怕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亲人之后，我们会觉得不舍，我们会觉得伤心，但是我们不会惊吓才对。这刚刚所讲的，这都是一些很惊吓的事。不只是这样，你已经找到唯一真神的时候呢，不只是你没有这些，当你有的时候，还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觉得不平安的时候，怎样？神要赏赐平安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看怎样，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。在路加福音第9章37到43节中，有一个父亲带着他儿子来，所以他已经被鬼附了，被丢到水里面，丢到火里面，然后他是真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耶稣将这污鬼赶走了，赏赐平安给他，他就回去了，就得到了平安。圣经四福音里面呢，常常记载的耶稣有很多的医病赶鬼，使人得到平安的这种情形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会有这种惊吓，还有灾厄，其实这些都是从邪灵里面他掌管的这个地方而产生出来的。他让我们需要我们害怕之后就去找他
找他这个鬼神里面来拜他，然后他就能够掌管我们，这是他的伎俩。你要能够真正解决他的话，你只有回到这样去找这个唯一的真神，就是救主耶稣，才有办法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没有问题的，耶稣的门徒也产生了问题的。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加利利的海上的时候，有一次坐在船上，然后狂风大作，耶稣就直接走在水上要去救他们。他以为是看到是鬼怪，就在那边惊吓，开始害怕起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耶稣也带来了平安给他们。我们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，但是耶稣要告诉你放心，因为他要成我们的帮助。耶稣为何能够呢？因为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在门徒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一个神跟你这样子讲，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跟你这样讲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将平安留下给你，这平安是我的平安。我所赐的呢，并不是世人所赐，所以你们不要忧愁。你要找对你的对象去依靠，你依靠错的话，你当然就会忧愁，会害怕。耶稣复活之后，门徒也是看到他也是怕。第一句话讲这样：愿你们平安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身心灵不够健全之后，我们常常就会有软弱的时候。软弱之后，我们会有不平安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去面对它？你不是要去找收经的，你不要去找那个修经，你要回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然后要赏赐平安喜悦的神，你要去依靠着他，他要给你平安，他要给的是平安的，而不是惧怕的临在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平安，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个神是全能、是慈爱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他讲了一个，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告诉我们，他要担当我们的忧虑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在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带了很多的重担来。当你回去的时候，你是觉得很轻省的回去呢，还是背了更多的重担回去呢？不要忘了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他乃是要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要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当你到礼拜天到教会来礼拜的时候，你就是将你的痛苦、将你的忧患怎样告诉耶稣，然后你就唤起了你的耶稣给的平安喜乐回去，因为你有深深的依靠着他。你不必做任何的仪式去收经，就抱着4个程序，又是报户头，又是讲里面要呼求很多的神来，然后又要将你的这个鬼魂，你要把它收回来，然后要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。不必要，你只要依靠在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后，他本来就是要赏赐平安喜乐给我们的，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以马内利就是讲神跟我同在。他是住在我们的心人，他不是在远远的地方了，他永远不离开，他要赏赐我们平安喜乐。纵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他也与我们同在。你感觉到神没有跟你同在，是因为你没有跟神同在，不是神没有跟你同在。如果我们能够，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的心灵中间，我们仍然有惊吓不安的时候，你应该真正去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他要保护，他要眷顾你，他要赐福给你。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我们是盼望我们能够带我们未信的亲戚朋友能够来，让他们在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上能够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然后有什么可以解答他们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像风水啊，像算命啊，像等等。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一般非常常常会发生的收经修经。这个问题常常在发生，我们基督徒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惊吓的时候，要如何呢？你是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前几天我还做过一次见证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不晓得，反正我听了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诈骗的，他就讲很多，我说要怎样啊，怎样怎样。后来我也很烦，我就跟他说，过来嘞，结果他抛下一句话，去死。那时候我在讲什么？他讲 K 戏的时候，我全身怎样？
全身鸡皮疙瘩，就整个这样子出来。我赶快这样，赶快回去到那时候我正在走，赶快回到我的位置里面去祷告，去唱个圣歌，去唱诗歌。差不多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之后，才觉得有平安，整个笼罩在我身上。我不是说因为他气息就是造成我怎样，那是一种他利用他的神，利用他所敬拜的这个鬼神在咒诅的我。我必须要有一个宝血来遮盖着我。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并不是人不像我们想象这么样子坚强这样。基督徒常常也会碰到类似外围其他的未信者，就是要收惊的这种情形的。你受到了惊吓，你受到一些你不明理的这种东西，你开始激起了鸡皮疙瘩了，你开始会觉得很惶恐，还是怎样子？遇到这种问题没有问题，这个问题并不可怕，怕的是你有没有去找到一个依靠的来解决你的问题。你开始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开始去找庙、去拜人、去问谁是这样，没有，你不必要，你回到神的面前去，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着你，将他的平安、将他的喜悦赏赐给你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许啊！他说他要将他的平安赏赐，他的平安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平安，不是世上的平安的，而且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。我们盼望所有的人，当你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回到神的面前，是平安的神，以马内利的神要祝福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成为我们的父上亲，你成为我们的父亲，你爱我们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知道我们人犯罪的，就让这些魔鬼他们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差遣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条线又连接在一起了。我们要是愿意能够依靠主耶稣，经过这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到父上帝那边的时候，主你的祝福、你的平安、你的喜乐就赏赐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有惊吓、害怕的时候，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主你再次的告诉我们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赏赐平安喜乐的神。当我们再回归到主你的面前，你就将这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。祈求主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心，知道我们不离不弃，主你不离弃的照顾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很坚定的在依靠你。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的祝福在我们身上，献上我们感恩与祈求。这时我们要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